大家好，又係我叔叔，今日嚟到山頂僑福道，帶大家睇下一個好罕有放盤嘅物業，叫做環翠園。咁呢個物業咧，係喺香港山頂區嚟講咧，屬於無線以下，比較難得。喺僑福道嘅環翠園係山頂一帶嘅老牌低密度豪宅屋苑，地址係僑福道4至18號，共有4座79個單位，主要單位嘅實用面積約為992尺至到4885尺，入伙日期係1969年至到1970年之間。成個屋苑嘅設計呢係好有當年英殖時期嗰個殖民地色彩。環翠園個位置呢喺山頂區嚟講屬於非常之方便嘅，旁邊呢有好有名嘅德瑞國際學校啦，亦都有一間超級市場。嗱，今日帶大家睇呢間環翠園咧，佢嘅尺數係2311，咁啊3個房有2個係套房嚟嘅，咁啊景觀咧望翻成個南區嘅遊艇碼頭、全海景。嗱，跟住最重要嘅一點係咩咧？嗱，我身後呢個項目咧，其實就係我哋叫做 Mount Nicholson 嘅2.0，咁將來咧，我估計個起賣價咧，如果參照 Mount Nicholson 咧，都10幾萬一尺噶啦。所以點解今日咧，我特登嚟到呢度拍呢間環翠園咧？因為個性價比太高啦。嗱，成個屋型嘅設計咧，咁喺右手邊其實可以做多一間房嘅，咁但係而家業主咧就做咗個多功能廳啦，咁可以做一個書房啦，或者係打麻雀、茶室。咁其實咧，你睇翻成個廳嘅尺寸咧係相當之大噶啦。咁你去到個飯廳位咧，有一個對流窗，咁啊望翻後邊咧，山頂一個好靚嘅景觀嘅。咁而家擺咗一張咧好有特色嘅方形台啦，但係如果擺圓台嘅話咧，基本上10人或者12人都應該冇問題。咁而家我哋參觀下佢廚房。嗱，廚房面積相當之大嘅。咁呢個尺數咧，我記得有少印象嘅似之前我拍家衛園一樣。咁啊去到兩邊啦，咁一邊係備餐間啦，一邊咧係可以俾大廚或者你請個私廚上嚟做一個宴會都冇問題。咁後邊咧就係一個工人房，咁可以擺到2個工人姐姐噶啦。咁明個廁所都係有窗嘅，工人房都有窗嘅。喺今時今日呢種福利都好好噶。嗱，睡眠區咧擺晒喺邊噶啦，咁你要做咗個隔音門嘅，咁喺入邊出邊點嘈都好，喺房都好靜。咁啊入到嚟咧，左手邊第一個細房，咁做咗呢個房咧，我估計係客房啦，因為佢有書房同埋一張梳化床嘅，咁啊尺數都唔細嘅。嗱，去到尾邊咁啊2個套房嘅，咁啊右手邊咧係有一間細少少嘅套房。呢個套房咧，除咗冇主人房嗰個景觀咁靚之外咧，其實個尺數一啲都唔細。大型嘅浴室啦，乾濕分離，咁啊雙洗手盆。而家我哋參觀下佢嘅主人房。嗱，主人房特色咧，其實佢做咗2個衣帽間嘅，咁呢一個咧可以俾女主人，呢個可以俾男主人。咁啊睇你自己點分配啦，邊個衫多？咁去翻主人房嘅尺寸咧，其實就唔可以話太大，但肯定都唔細噶啦。咁啊，傳統我哋講嘅大床加3邊落床。嗱，主人浴室嘅設計咧，亦都相當之闊大。咁啊，乾濕分離，有淋浴間、浴缸、雙洗手盆，基本配置。嗱，呢個單位咧係帶有一個天台嘅。咁喺山頂區大平層公寓，仲要帶天台嘅，你諗下幾罕有？對上一個帶天台成交咧係1.4億嘅，而家呢個一定係筍價。有興趣盡快私信聯絡我。